美国在拍关税战嘛，影响咱台湾的产业，对咱台湾的产业造成冲击。劳动部伫昨昏嘛公布到4月底时无薪假的统计，这一期有新增加21间公司584个人，其中影响上大的是金属机电工业类的，原因都是订单减少。 因为现在美国川普关税政策，那它是对于台湾的国产车有非常严重的影响，那就是关税很重，那压着这台车。但其实这台车又是我们劳工在扛着这台车，在承担这个受到这个政策波动的影响。带几间桃园制造业的工人上街头，桃园市产业总工会讲，还国内汽车制造业强要倒大，产业界的这种忧心并不是无缘无故凊彩讲的。 所以劳动部公布讲，统计到4月底减班休群放无薪假，比顶一期加增加21间584个人。实施较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跟批发零售业。那本期主要增减幅度较大的大概是在制造业地区的部分，大概还是在北部。照劳动部的统计，目前总共131间企业2266个人有减班休群的状况。 其中上侪就是制造业，86间1919个人。若最近半个月新增加，人数上侪的公司包括金属机电工业类，一间车床水床制造厂100多人，一间基本金属机电制造业者100多人，一间资讯电子零组件制造业者几十人，拢因为向阳减真侪订单。货如果出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可能你这个关税很不明朗啊，他们避免接受到高关税，所以。 先把订单先砍掉，不稳定或者是不明确的时候，大家比较保守，因为担心大家能不能度过寒冬啊。若产业受影响，全球金融市场3个嘛摇出落车。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上新的绩效，到今年3月底为止，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是7兆2358亿，收益数是-641亿，过3月份达了1116.3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